乡亲继续来看台南，去年发生一件命案，一个后生怀疑伊的老母想要甲害，甲伊的老母刣190刀，这个妈妈是当场死亡。今仔日2审的结果出来了，法官考虑到伊有精神的病症，所以维持1审的结果，判有期徒刑18年。来看这个画面是救护人员一直甲这个老母做心肺复回术，这是发生伫去年的业主刣老母的案件。这后生怀疑老母想要甲害，就拿铁锤啊、牙架刀等等8种的凶器来刣妈妈，甲妈妈是伤害到死。1审是判有期徒刑18年，了后还阁来监禁5年。今仔日2审的结果嘛出来了，法官讲伊带着精神的病症，思觉失调症已经10多年了，所以来维持着1审的判决，也毋过改做先来监禁5年。再过来服刑有期徒刑18年。